歡迎嚟到 Japan Storyteller。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係教科書絕對唔會提日俄戰爭入面嘅影子功臣。講到日俄戰爭，日本之所以會贏，其實同依家深植喺我哋香港生活入面嘅一間公司有好大關係。到底日本呢個亞洲小國當年點解可以打贏俄羅斯呢個大國？一般人嘅認知係東條平八郎喺日本海戰用東條轉向擊破波羅的海艦隊，或者係乃木希典喺二麻山高地用血肉之軀換返嚟嘅勝利。但係大家要明白，打仗係要燒錢同埋要武器大。當時嘅日本明治維新先過咗30年左右，仲係一個新興國家，國庫空空如也，根本冇錢買武器，更加冇技術製造最先進嘅戰艦。咁到底係邊個喺背後撐住日本？答案就係當時以香港為基地掌控東亞經濟嘅死亡商人兼亞洲帝王，而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武器商人哥拉巴 Thomas Glover 嘅真面目。故事要追溯到江島幕府末時期，當時喺長崎有個叫哥拉巴嘅商人賣咗好多武器俾坂本龍馬、薩摩同長州藩嘅志士。其實佢唔係普通嘅武器商，佢真正嘅身份係怡和洋行長崎代理店嘅負責人。換句話講，明治維新呢場革命，某程度上係由怡和洋行嘅資金同武器操縱出嚟。明治政府嗰班大人物，後生嗰陣就已經同呢種香港資本有極深嘅淵源。點解怡和英國要幫日本？點解佢哋要支持日本？原因好簡單，就係生意同地政學對抗俄羅斯嘅防波堤。當時大英帝國同俄羅斯為咗爭奪亞洲霸權，陷入咗所謂大博弈 The Great Game 嘅冷戰狀態。對英國嚟講，如果日本可以擋住俄羅斯，絕對係一件好事。開拓市場，日本只要搞現代化，就一定需要鐵路、軍艦、通訊設施。怡和嘅目標就係想包攬晒呢啲生意。對佢哋嚟講，日本係一個潛力股，亦係用嚟排除俄羅斯呢個競爭對手嘅代理人，撐住日俄戰爭嘅香港錢。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當時日本嘅國家預算大約係2.5億yen，但軍費竟然膨脹到18億yen，即係國家預算嘅7倍喎。咁天文數字嘅錢喺邊度？呢個時候同怡和關係密切，甚至有份一齊創立嘅 HSBC 匯豐銀行就出場啦。當時嘅日銀副總裁高橋是清飛去倫敦，想盡辦法賣國債，最後肯接手呢啲債券，仲幫手說服全球投資者嘅就係猶太裔美國銀行家雅各布希夫 Jacob Schiff， 以及同怡和有聯繫嘅英國金融網絡。日本會贏喎，值得投資。如果冇呢個由香港同倫敦組成嘅信用保證，日本未開波就已經破產啦。順帶一提，高橋是清經歷咗想像唔到嘅苦難，最後坐到去日銀總裁、大藏大臣同首相。可惜佢喺1936年昭和11年嘅226事件入面，喺任職大藏大臣期間被刺殺。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佢傳奇嘅一生。供應鏈、戰艦、三笠，甚至連煤炭都係。除此之外，怡和喺實務上嘅影響力亦都非常驚人，包括被譽為東方納爾遜嘅戰艦三笠在內，日本好多主力艦都係英國做，而訂單同合約背後都有怡和嘅商業網絡。最關鍵嘅一點係煤炭，當時嘅戰艦係燒煤嘅，俄羅斯艦隊主要係用德國買翻嚟嘅劣質褐煤，煙大效能低。相反，日本海軍透過怡和攞到英國最頂級嘅卡迪夫煤。視覺差異，日本用嘅煤煙好少，俄羅斯嗰邊啲煤燃燒不完全，噴出巨大嘅黑煙。追蹤敵軍，當日本偵察船順龍丸發現俄羅斯醫院船嘅燈光之後，聯合艦隊之所以可以鎖定敵軍位置，就係靠地平線上嗰幾條巨大黑煙柱。仲有英國當時表面中立，實際上除咗阻礙俄羅斯用蘇伊士運河，
仲禁止俄羅斯喺香港、新加坡呢啲英國殖民地補給。結果波羅的海艦隊要兜大圈行非洲好望角，行咗3萬幾公里，用咗7個月。喺海上仲要辛苦咁將劣質煤搬上船，因為驚冇補給，佢哋連甲板都堆滿煤，搞到船身太重沉咗落去，速度慢晒。當佢哋去到對馬海峽見到日本艦隊嗰陣，根本已經係疲於奔命。如果冇疑禍，日本海戰嘅勝利可能根本唔會發生。結論：歷史的多面性，明治政府同香港，佢哋之間唔單止係友好關係，更係一種冷靜嘅資本邏輯同戰略合作。多得香港呢個東方樞紐提供嘅情報、物流、金融，東叫平八郎先有勇氣喺敵軍面前使出嗰招搏命嘅東絞轉向。推動歷史嘅到底係志向定係金錢？怡和洋行同明治政府嘅關係話俾我哋聽，答案係兩樣都要。怡和集團到今日依然係香港嘅巨頭，我哋生活周圍都係佢哋旗下嘅企業。香港置地、惠康、萬寧、7-Eleven、IKEA、美心、Starbucks、Pizza Hut、KFC、文華、東方酒店等等，全部都同我哋息息相關。唔知大家覺得點呢？如果你覺得呢個日俄戰爭背後嘅真相有趣嘅話，記得幫手點讚同訂閱我哋頻道。